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9月21日，诗篇32篇第7节安尼讲：你是我闪避的所在，为庇佑我脱离艰苦。你会用得救的歌，四面为我。三甲来祈祷，用得救的歌为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阮的山岩，阮的山寨，你是阮患难中及时的倚靠甲帮站。你甲阮藏伫你面前温密的所在，免得阮陷落人的阴谋。你暗中保守阮伫你的帐幕内，互阮免受人喙舌的中伤。你对阮显出奇妙的疼痛，主啊！求你毋通用阮大水淹没阮，毋通用阮深渊吞食阮，毋通用阮陷坑砍灭阮，因为阮专心倚靠你，主啊！因为阮知，当患难的日，你要正做阮闪避的所在，你要庇佑阮脱离艰苦，你会用得救的歌四面为阮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感谢主，伊是咱闪避的所在，伊会庇佑咱脱离艰苦，也会用得救的歌四面为咱。互咱会通秘伫伊内面，享受伊所赏赐的平安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